帮我打还屋里向全部珠宝，搿箱珠宝全部送拨你，送给我，送拨你，来，看，该开。等我来看。啊那，我等过啊，我等2年有语文碰着，唔是开叫我屋里开，啊我老板套牢一个铁随便啊，越快越好哎。小伙，哎，我忙中医药啊请在的等，我搿箱珠宝嘛，看的，我调到屋里向，哎，糖花就开，叫来，哎，糖花就推开，真是噶，记住吧？要风风光光推进去，不要风风光光，打，唔吃铁桩，好用，好用，哎，很等等，你搿箱珠宝拨我，啊那，给你100两银子，100两银子我找老公啊，我等讲，早家哎，早着，哎，请搿100两银子喏，银子背得叫俺想找老公哩喏，搿银子喏我帮保管，哎，哎，帮我保管，我保管，还登记喏，搿物事帮我保管的，我搿物事帮你保管，等我屋里花轿队里帮你提到屋里，我屋里个同的银子样各样都帮你保管，好用啊，好用啊，这个物事也帮我保管啊，对，多看。这个费用，这个，多，哎，哎，穷死个，啊嘛，穷死个，我搿东西，女人贴装来不下呀，啊，哎，喊我挑，哎，我花轿去掏出来，你帮我等得牢，等的，有数伐？有数，哦喏，俺们头里搭了王良的，王良全部增加户啊，郑家户啊，哎，我等讲，整个警察人差，这真个警察人差，哎，不要真个我等我等，哎，个个我，哎，个个晓得，不打个，哎，你抢起晓得哦，哎，抢起晓得，还调到屋里来我再帮打，哎，你抢起喏搿个喏。还都我帮靠打了多少危险？危险！侬是个人唔吃毛竹哎，瓜子皮，毛竹么一记把崩头气个。哎哎，俺们2副2万那也挣的呢。搿2个2万也挣啊，啊，多多嘞，都挣啊，真个不多多嘞，啊个个晓得嘞，个个晓得嘞哦。到屋里向不要争哎，啊俺个大母个大庄干，吃个个个么子唔高头。白荧光吧？是真个都不给头看，哎，白荧光，都真个，都真个，哎，都真个，都真个多多嘞，哎，个个都小气，哎，还有哎，我有啊，我呐，都真个，真啊，哎，全部真个多多嘞，真个多多嘞啊！但是我个么子都，搿么子都好用哎，还有，喊我等2年呗，哦喏，我么子也蛮多个，蛮多个，还多，啊喏，啊。哎，下雨，下雨，冇，搿只真个吧，搿只真吧，搿真个，哦我个哦，冇，荧光都冇，哎，请在这等啊，哎，我花轿开叫了哦，还帮台子开哦，眼眼的小担心事，搿个么子喏，我抢去帮财事保管，我调转屋里等去花轿里啊，那我把进度下进去叫帮打。小老板，哎，我靠，哎，还能帮我管得牢？我靠，也记不了。老板早点来啊！好哟，请高高下呢，还比吃骨头不好哎。做吃骨头不东西，么子头里不逃死逃我人逃死。那吃起喏，闻得了么子都得了咯，一记不屁哩，怕得嘛个。搿种个人我有闻啊呢，不闻没嘞。搿只箱子叫管牢，很管得牢，珠宝金像石头啊！